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把味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100種生活。歡迎收聽高潮生活，我係曉慧。如果同大家提起諮詢公司，大家諗起嘅就係一啲比較出名嘅麥肯錫啊、BCG 啊呢一種。其實以麥肯錫作為代表嘅諮詢公司呢，係屬於戰略諮詢或者係管理諮詢嘅範圍。而諮詢公司呢，喺分類當中係會好廣泛嘅。美國啊、歐洲啊或者澳洲唔同嘅地方有五花八門一啲小型嘅諮詢公司，佢哋某種程度、某意義上相當於我哋中文理解嘅技術外包。例如好似澳洲啊或者歐洲國家啦，佢哋冇咁多項目噶嘛，咁可能10年8年呢先會整一條新嘅地鐵，先會起一個新嘅橋。咁喺呢種環境之下呢，公司係冇辦法長期呢去用高薪聘請一批專業嘅技術人員嘅。除咗個別核心嘅人才，佢哋擁有項目公司長期嘅聘用合同之外，其他啲技術人員呢都係項目公司接咗 job 啦，跟住呢就會同各種嘅諮詢公司去借翻嚟嘅。透過短期嘅聘用合同方式，或者按年、按月啊、按星期去找數嘅方式。我哋舉個例啦，如果一間從事建築施工嘅公司，咁佢需要結構力學、仿真或者園林規劃同埋人機工程設計呢啲領域嘅人才去一齊做嘢嘅，咁佢會直接咧聯繫當地嘅呢種諮詢公司啦。咁呢啲技術人員咧係以諮詢公司嘅員工身份外派去到呢個項目組，咩時候啲嘢做完啦，咩時候咧就翻到佢原本嘅公司。需要留意，當技術人員咧掛靠喺呢個諮詢公司嘅時候咧，佢哋嘅基礎人工咧係唔高嘅，唯有係參與咗實際項目嘅時候咧，佢先可以獲得一個唔錯嘅提成，相當於係靈活用工啦。而服務期間呢，一啲能力比較好啲嘅諮詢公司員工咧會乘機就向甲方跳槽，希望揾到一份人工更高啦、更加穩定嘅工作，進而咧就完成咗身份嘅轉變啦。喺東亞，尤其日本、中國嘅大型公司啦，或者係屬於國有嘅企業當中，員工咧係同公司綁定噶嘛。好似日本公司咧，入邊就有明確嘅年功序列工資制，會對啲員工咧按入職嘅年限進行分層，年齡越大個人工就越高，鼓勵大家咧就做到退休為止啦。而中國咧喺體制內單位同埋國有企業咧同日本好似嘅，都係咧要捱資歷，而公司係會俾員工3年、5年、10年乃至終身嘅合同。期間呢，就算員工嘅所學技能同公司嘅發展戰略已經唔再匹配，佢亦都會諗盡辦法咧，為呢個人去揾出一個力所能及佢可以做到嘅嘢，引進其用。呢種情況下咧，員工唔使講啦，對公司極度忠誠。某一個重要項目嘅關鍵信息咧，往往係靠人咧去傳承嘅。邊個負責邊個項目佢係最熟悉嘅。而睇翻中國咧，擁有龐大嘅市場啊，尤其喺過去呢幾十年咧，各行各業簡直係有數之不盡嘅項目，所以公司係傾向長期去請一隊人，完成咗 A 項目啦，咁跟住去做 B， 做完 B 繼續做 C。好多西方嘅國家，尤其係啲小型國家咧就唔同啦，佢哋嗰度嘅項目本身就比較少。如果淨係為咗某個項目長期請咗一批技術嘅人員呢，咁啊公司肯定係成本頂唔住嘅。於是呢啲嘅技術人員呢，就唯有周圍去打散工啦。頭3年幫呢間公司做下 A 項目，跟住嗰3年呢，走去第二間公司做下 B 嘅項目。人呢，跟住個項目走，而唔係跟住一間公司走嘅。而技術人員呢，靠嘅係自己專業技能去揾飯食，對於特定公司嘅忠誠度呢，咁啊十分有限啦。而公司呢，就要靠文件而唔係人呢去沉澱或者傳承佢哋嘅資料啦。所以正係因為咁呢，歐美國家尤其係啲小國家，佢哋對於文件嘅要求係極高嘅。一份技術文件呢，往往係要反覆修改好幾次，寫得越詳盡就越好，越睇得明就越容易。喺美國咧，大家通常如果揾工咧，都會上一個求職平台LinkedIn。咁啊，求其如果你睇翻一啲嘅人嘅履歷咧，
大家往往都係比較多嘅工作經歷噶嘛。如果你再睇翻形形色色嘅人呢，好少出現一啲10幾年啊、幾十年啊喺一間公司去做同一樣嘢嘅。喺 LinkedIn 入邊嘅主頁呢，有大量嘅篇幅呢，都係介紹個人嘅技能啦、受教育經歷啦，同埋項目經驗等等。你有冇發現佢更加似一份實時更新等 HR 去篩選嘅簡歷呢？而喺當中呢，你亦都可以領略到咩叫人跟住項目走呢種嘅邏輯，即係話一個人呢，擁有嘅係某幾項嘅專業技能，邊度需要呢，佢會去邊度做。好多職位呢，係為咗某一啲嘅項目而去存在。雙方項目完咗啦，咁自然就會解約啦。而作為技術人員呢，係可以遠程支持，亦都可以現場去做嘢，可以係簽合同，亦都可以係作為名義上嘅分包商。人類發展嘅歷史係相通嘅，發達國家咧遇到過好多嘅情況啊，發展過程中出現嘅現象咧，其實好多國家亦都會慢慢遇到。喺過呢幾十年咧，例如好似中國啦，好多個行業咧飛速發展，項目就不斷嘅，好多公司習慣性將大量嘅技術人員咧長期留喺公司嘅編制入邊，但係隨住投資增速嘅放緩啦，產業結構嘅調整，呢種無限擴張嘅局面就發生緊改變啦。而家咧各類嘅人才平台亦都逐步興起啦，技術外包亦都越嚟越普遍。互聯網大廠咧已經越嚟越多將某一啲嘅流程嘅業務咧或者後台嘅服務交咗俾出邊嘅專業公司去做。一方面咧就係互聯網大廠咧通常都係比較思想前衛，另一方面咧亦都係由於佢哋嘅信息隔離比較方便，能夠喺充分利用外包員工嘅同時，能夠掌控好核心嘅機密啦。而一啲中國嘅大型國有企業或者政府嘅轉變相較咧就慢好多，仍然係傾向咧長期聘用嘅，以確保政治啊或者安全上面嘅可控啦。不過因為財務壓力咧，而家慢慢亦都向住呢個方向行噶啦。仲有一種嘅設想場景下，未來大廠嘅技術工人咧係會逐漸分化，少量嘅核心嘅技術骨幹咧繼續留喺公司或者研究院入邊做嘢，保障呢個項目能夠延續。一啲中意靈活工作啦或者攞唔到長期合同嘅人咧，逐漸就採取呢種西方式嘅去接 job 嘅模式，類似自由職業啦或者係技術個體戶咁解啦。工程師各類嘅專業技術人員亦都慢慢咧由呢種嘅鐵飯碗咧走向自由接單，公司亦都好注重呢種標準化文檔管理、項目嘅雲平台建設等等，擺脫咗靠人去傳承經驗嘅方式。而家咧好似喺西方國家啦，好多好成熟嘅技術人員嘅網絡接單平台係好多噶嘛。喺呢種嘅趨勢之下呢，如果係作為一個技術人員啦，你一定要好重視自己本身能力技術嘅一個搭建，認真維護你呢一個嘅形象同埋能力，希望去完成呢無論係個諗嘢方法啦，或者係身份方面嘅雙重轉變啦。嗱，最後再俾一個簡單嘅問題你諗下，點解中日韓呢啲東亞國家嘅打工人呢感覺係要攰過歐美打工人咁多呢？點解加班文化喺東亞國家咁盛行呢？你話固有文化啊、法律等等一系列嘅因素，冇錯，亦都係原因。但係我哋喺之前提到嘅用工方式呢，亦都係好大嘅關係。一般嚟講呢，職員同埋公司綁定關係越強呢，公司領導嘅講價權呢就越大，員工呢亦就越容易被加班文化、所謂付出文化所挾持，甚至係心甘命抵去加班，顯示對於公司嘅忠誠。調翻轉啦，如果員工係跟住個項目嘅，咁同請你嘅公司呢，個關係就相對比較薄弱啦，只係充當一個分包商角色啫嘛。咁啊靈活度呢就好大啦，雙方大家就按住合同去做應該做嘅嘢，咁就得噶啦，唔需要表忠心。呢個某種意義上嚟講係一種集體文化同埋個人文化，強制綁定勞動制度同埋跟住項目制度嘅最大區別。Now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來兩杯脫脂咖啡，來細聽哪裏最多趣味，來讓我帶着你找最美味，哪裏怕未會知，將高潮生活給你。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Now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高潮生活，聽覺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一直都好想同大家講下呢個美國養老嘅問題啊，終於咧就揾咗啲資料同大家分享下啦。
嚟到2025年啦，而家60歲以上嘅老人群體咧，呢啲係出生喺1940年代至到1960年代，美國就稱之叫嬰兒潮下 Baby Boomer。咁呢一代人咧，生長喺美國最繁榮咧、最自豪嘅嗰個年代，有一部分人依然咧都沉浸喺美國舊夢當中，過住相對保守但係穩定嘅生活。另外一部分呢，就尤其性格開朗嘅，係保持一種令人驕傲嘅生活方式。咁佢哋究竟有幾咁驕傲呢？根據2025年第3季度統計數字啦，喺美國嘅財富分佈入邊呢，嬰兒潮整體係佔咗50%嘅。由上個世紀80-90年代，亦即係 Baby Boomer 咧嗰一代啱啱去做嘢嘅年紀，到而家啦，納斯達克指數由1990年代嘅400至500升到而家嘅22,000，而 S&P 500指數亦都翻咗將近5倍啦。同時間呢，反映住物價嘅 CPI 指數亦都升咗2-3倍嘅。喺呢種嘅經濟發展下，亦都得益於相對完整嘅金融同埋養老制度。如果你有一份比較好嘅工作，又有養老金嘅賬戶，就算你咩都唔做啊，將啲錢擺喺度咧，都能夠獲得唔錯嘅收益。喺美國咧，僱主一般就會提供商業養老嘅理財賬戶，俗稱嘅 401k。Fidelity 咧係作為美國提供呢一個服務嘅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咧，佢哋喺2025年3月份公布咗一個唔同年齡層 401k 賬戶平均嘅餘額數據。我睇到個數據，60歲以上美國老人家平均養老金嘅數量咧係25萬美金。呢個只不過係養老金嘅 401k 賬戶啫，仲未包括其他嘅現金啊或者非現金嘅資產。嗱，同樣啦，英國咧60歲以上養老金嘅賬戶大概係喺13到15萬英鎊左右。如果話咧喺美國之外嘅人心目中咧，曾經存在一種夢叫美國夢，既咧向往經濟嘅繁榮，亦都憧憬住就算動盪啊，我亦都可以體面咁隱退，仲可以咧懷念舊時嘅美好。呢個當中最典型嘅呢，就係呢個嬰兒潮呢一代啦。當然啦，唔係所有嬰兒潮嘅一代都係富裕階層嘅，不過無可否認啊，曾經嘅打工一族咧經歷咗好好嘅時代紅利，好大程度上亦都塑造咗好多非美國人啊，佢哋眼中對於典型美國人嘅形象嘅。當然呢個唔係全部啦，401k 咧只能夠統計由僱主提供嘅養老賬戶。事實上咧，截至2025年咧，每5位嘅老人家入邊咧，就有1位嘅養老賬戶嘅餘額係0嘅。越嚟越貴嘅養老費用咧，而家係所有人咧都一定要面對嘅難題。而大部分嘅美國人呢，唔係話完全唔諗，而係冇辦法考慮咧居家養老以外嘅其他選擇啦。美國咧唔同種類嘅養老院咧，分類上呢，我哋所講喺美國有3種嘅形式。第一種叫做獨立生活社區，叫做 Independent Living。佢更加適合一啲身體健康、能夠獨立生活嘅老人家，提供社交活動、基本便利設施，一年費用大概3到4萬蚊美金。另外一種就叫做協助生活社區 Assisted Living， 類似咧養老社區啦，為住戶提供日常嘅支持啦、護理啦、舉辦活動。不過護理人員呢就相對有限，通常咧係公寓式嘅住宅，一年大概係7萬美金。仲有一種叫做護理院，英文叫 Nursing Home。佢更加強調嘅係醫療同埋護理保障，配備24小時嘅醫護人員，多數係單間或者多人間，私密性更好，不過費用就非常之高啦，一年大概要10萬美金嘅。所以就算手上邊啱啱我哋提啦，拿住25萬美金咁計啦，如果你選擇普通嘅養老社區呢，啲錢大概能夠捱到5-6年嘅。如果又係有慢性疾病啦，需要更多嘅社區支持呢，可能最多撐到3-4年。但係如果進入到高等級嘅護理院呢，面對住咁貴嘅醫療費用呢，呢筆錢呢，我諗用唔過2年啦。所以喺美國，如果有一個平均養老金水平嘅老人家，如果冇出現認知、行動能力或者健康顯著嘅下降，並且家人完全冇辦法提供照顧，大部分情況呢，佢哋係冇能力獨立負擔漫長嘅養老院嘅費用嘅。而且喺大多數養老機構咧，護工同埋老人嘅比例係非常之低。雖然而家網上流傳話各種咩1:3國際標準啊，但係近呢幾年呢，我睇到好多人嘅真實反饋情況就係一個護工通常要照顧起碼10位老人家，因為唔係喺醫院啦，所以醫護人員咧本身亦都有限。有時成棟樓入邊呢，40-50個老人家咧得一個常駐醫生。如果你話淨係應對一啲慢性病啊，監督食下藥啊，咁啊養老院入邊呢，亦都唔一定能夠獲得一啲所謂好嘅照顧或者支持啦。如果醫療嘅需求比較大，養老院呢亦都要求住戶呢去轉移去到更加專業嘅醫療服務中心。亦因為呢種嘅原因啦，雖然美國允許進入到養老院嘅年齡呢係喺55歲，但係中位數呢普遍都已經去到85左右嘅。
但係呢個唔係話俾我哋聽喺屋企去揾看護嘅成本會更低。如果你話我唔考慮養老院，生活能力下降嘅老人呢，仲可以選擇一種叫做照護者（caregiver） 或者係 home care， 即係居家護理。呢類服務通常呢，護理人員呢上門服務，去解決一啲日常入邊嘅非醫療嘅事務啦，例如買餸啊、購物啊、開車接送啊、清潔房屋啊。平均價錢呢，每個鐘30到50美金，整體價格呢，大概每個鐘呢係20到80美金嘅，取決於服務嘅具體形式同埋內容啦。咁大家好關心嘅另一個問題就係保險可唔可以 cover 呢？咁答案自然呢係唔得嘅。除咗真正嘅醫療場景啦，看護照顧喺美國呢係冇保險可以 cover 嘅，係完全嘅商業行為。不過話時話吓，無論係養老院、養老社區，抑或各類嘅居家養老服務啦，喺高企嘅費用背後呢，都面臨住同一個問題，就係人手嘅短缺啊。所以正係因為咁呢，美國就推出咗護理簽證 （Caregiver Visa） 去吸引更加多嘅移民呢，去彌補呢個護理人手不足嘅問題。同其他國家都係一樣啦，活動咧係養老院生活當中好重要嘅部分，幾乎咧每個月咧都會安排一啲各式各樣嘅活動啦。我知道好多老人家眼中咧，能夠喺養老院更好咁延續佢哋曾經熟悉嘅生活咧，係最重要嘅，亦都係說服好多潛在住戶嘅一啲首要嘅策略。不過咧，對於一啲譬如華人嚟講咧，飲食絕對係落差最大嘅地方。養老院嘅老人家嘅飲食咧，少油少糖啊，所謂嘅白人飯。可以想象嘅就係一般嘅美國食物咧，如果去油去糖，咁幾乎好似冇嘢可以食啦。不過咧，美國嘅養老院咧係需要排隊要等噶嘛，要輪噶嘛，所以早計劃提早入紙咧，咁就能夠喺自己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嘅時候，就能夠順利過渡到更加全面嘅護理服務啦。我最近就睇咗一個以老年人作為目標群體嘅智能產品嘅開發，有一個概念就叫做 Aging in Place。呢個字面嘅意思呢，即係居家養老啦。無論年齡、收入或者能力水平係點，都能夠喺自己屋企入邊呢，同埋社區入邊呢，安全、獨立、舒適咁養老過生活。喺英文呢 aging 呢，佢冇養嘅意思，不過喺中文嘅文化呢，早喺西周秦漢嘅時期就已經有養老呢個概念啦。佢甚至乎曾經係古代嘅一種禮制，指喺國家或者地方層面呢，採取嘅措施，對老人家呢進行供養。所以由呢個角度呢，我哋比較容易理解，喺大部分美國人嘅眼中呢，養老呢更加多係選擇一種方式，優雅咁變老。而佢首要嘅前提唔係代際間嘅供養，亦唔係政府嘅支持，而係點樣能夠保證基本嘅生活標準。咁樣一嚟呢，大家嘅選擇就分咗兩大類啦。喺自己屋企慢慢變老，定係喺養老院度慢慢變老啦。亦都係因為個花費大，公共支持亦都有限。你可以喺網上揾到非常多關於居家養老嘅信息㗎。咁官方通常會建議啦，喺退休嘅時候呢，就開始着手準備。喺美國國家老齡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嘅呢個網站上邊呢， Aging in Place 主要嘅範圍呢係包括咗個人護理、家務、餐飲、財務管理、醫療護理、交通同埋安全啦。不過亦都有好多同家庭環境相關嘅注意事項，例如可能會睇下你屋企適唔適合居住一啲嘅細節嘅問題啦，而大到好似房屋需唔需要修繕啦，要唔要加裝扶手啦，仲有你嘅藥物有冇清晰嘅標籤黐住，廚房夠唔夠安全，個院需唔需要維護等等，都需要去檢查嘅。仲有唔少美國嘅老人家咧，之所以選擇搬去公寓或者養老社區居住咧，唔係完全出於醫療或者照顧嘅需求，而係因為唔想再操心去打理間屋同埋個前後院啊。美國房產稅咧通常都比較高，有啲人咧亦都願意喺個房價、房產稅比較高啲嘅地區咧，搬到去成本更低嘅住屋。於是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尤其係中部咧，咁就會遇到一啲唔少做呢種選擇嘅老人家啦。只不過喺老人家當中最高頻率嘅問題仍然係解決唔到嘅，就係孤獨感啦。有將近1/3 65歲以上嘅美國老人呢係正在獨居嘅，而中國大陸呢個比例呢係15% 左右。呢個同人口密度又好，或者同家庭文化呢都有好大嘅關係啦。離開咗佔據生活大部分時間嘅工作環境，身邊嘅人呢陸續過身。經歷咗認知體能嘅下降、兩極化嘅政治局勢，呢一切呢都令到好多人呢同外界之間呢有好多嘅隔閡，孤獨感呢就會喺呢個時候慢慢開始越嚟越大啦。咁由於夫妻雙方通常呢係個太太扮演住同社區鄰里社交嘅角色，尤其男人當冇咗佢另一半嘅伴侶之後呢，通常亦都會失去咗社交動力同埋來源，而孤獨呢個情況呢喺美國嘅男性當中呢會更加之明顯啦。
雖然咧社區係冇辦法提供更加切實全面嘅幫助啦，不過喺提升呢個精神世界方面咧，亦都不停咁有做好多努力嘅。由退休之後到行動力大幅喪失前咧，除咗可以付費上一啲老年大學啊、瑜伽課，仲可以參加好多嘅免費活動啦，例如當地好多嘅社團啦，去識一啲新嘅朋友啦。喺嗰度咧，唔單止係鍛鍊技能，更加係可以揾到同你傾下偈啊，有人傾訴或者係交流嘅對象。好多嘅市亦都會有圖書館、社區活動中心，定期舉辦好多免費講座啊，或者課程啊。有啲係寫詩啊，有啲係學下點樣用科技產品啊，有啲譬如話打麻雀啊、牌啊。根據美國退休協會 AARP 嘅統計呢，更多嘅美國老人呢係會去做各式各樣嘅義工，用自己嘅方式去融入社會。有人就話有錢啊，去邊度都可以過得好體面嘅。不過如果要總結一下呢，美國而家養老嘅特點呢，咁住屋同埋醫護嘅支持係最大嘅難點啦。除非你話突發情況或者非常之重大嘅一啲問題，你要入到急症室。如果唔係，你當日想睇到醫生或者係能夠得到全面治療呢，幾乎冇乜可能嘅。呢個國家本身呢，住屋成本就高，人力成本就更加之高，所以要揾到一個固定嘅地方得到比較好嘅照顧，相比好多人力或者住屋成本低嘅其他國家嚟講呢，係要貴好多嘅。嗱，對於60歲以上人群嘅財務危機咧，美國一啲機構咧亦都做咗一啲嘅統計。佢話美國60歲同埋以上人群收入最低嘅20%咧，大概1500萬戶家庭咧係冇任何嘅資產，仲有好多人咧係孭住啲債務。呢個群體喺2020年嘅家庭收入中位數係18000美金，幾乎90%嘅人嘅家庭收入咧係低於老年指數嘅標準線。大概有49.6%，即係將近50%咧，60歲以上嘅人群啦，即係已經係超過2700萬戶家庭平均嘅收入咧，係低過老年指數嘅標準線嘅所需要嘅基本所需水平。雖然咧好多老人咧普遍傾向原地養老啊，但係當中咧有60%係冇辦法負擔咧2年居住長期照護或者支持服務嘅。呢個時候可能你會問啦，咁如果我真係老咗冇錢咁點算呢？的確，平常生活當中呢，唔會經常一啲特別老到嘅老人，甚至你見唔到太多一啲年邁嘅流浪漢，因為呢美國社會嘅社保啦、低收入保險啦同埋食物銀行呢，係佢哋最後嘅稻草。對於低收入嘅老人家嚟講，最常見嘅援助形式呢，就係補充保障收入 SSI 啦。根據美國社安局嘅數據，截至到2025年嘅7月啊，65歲同埋以上人群平均 SSI 嘅月支付額大概係593個9毫6。嗱，而其他中部地區當然會更加之低啦。呢個我哋提到嘅 SSI 呢，佢唔係常見嘅社會保障福利 Social Security Benefit。普通嘅社保福利呢，係基於既往嘅收入而去計算噶嘛。比如話2024年初平均退休金嘅福利大概係1862美金，呢個係唔同嘅。而關於老年人嘅問題，本質上呢，所有國家都冇乜太大嘅唔同。住喺邊度，邊個去照顧，身體邊一部分嘅衰老會更快，呢3樣嘢係最終決定咗一個老人可唔可以或者係點樣可以做選擇。而各地嘅政策、經濟情況，仲有就係文化啦，咁就會反映出老人家們呢能夠喺公共空間入邊究竟可以獲得點樣嘅支持。希望今日分享嘅資訊亦都會對你有少少幫助啦。想重聽更多過往節目內容，或想將你喜歡嘅內容分享俾朋友，只需要喺你任何目前使用中嘅 Podcast 播客嘅應用程式搜索關注 Go 潮生活。多謝收聽，我哋下期內容再見。Step to the left, step to the right.